各位午安，咁咧就好耐冇咁大場面講嘢啦。以前已經一段時間，咁我今日希望喺15分鐘裏邊咧，分享我過去呢一段時間咧，我係做我爸爸嘅生平史啦。咁希望你哋都有啲啟發嚇。咁因為喺過程裏邊咧，我自己其實有好多嘅得着。咁好似阿 Ryan 講咧，其實係無底深潭嘅，你永遠都唔會有 end day 嘅。咁 once 你跌咗落去咧，就會跌咗落去咯。咁所以嚇，好，咁我試下嚇。咁咧少少介紹我爸爸嘅生平啦。咁就佢但係其實我唔係好知道1937年係咪我爸爸實際嘅出生嘅日子，因為咧好多嘅老人家咧當其時係冇身份證㗎嘛，其實喺內地出生啦，咁又打仗啦，咁所以根據香港嘅身份證咧係1937年出世嘅。咁呢段時間咧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好困難嘅，因為打仗啦，同埋係日本係侵略中國，即係喺正式二戰大戰之前，再加上之後嘅國共嘅內亂啦，咁所以嗰段嘅日子係超艱苦嘅。咁跟住咧就跟咗嫲嫲就落咗嚟香港，咁就喺度生活啦。咁佢正式係1961年咧係加入政府，咁就由工人係喺政府嘅公務員嘅體制裏邊係最低層嘅階級。咁跟住咧，就有大概20年時間啦。咁佢自己都有做一啲社區同埋工會工作嘅。咁我今日會好似講多啲工會工作，其實係講緊爸爸嘅生平史嘅。咁喺裏邊，大家可能有啲嘅insight 啦。咁96年就正式嘅退休。咁16年咧就病逝，佢係柏金遜嘅。咁我其實係2010年嗰時開始咧就做爸爸嘅生平歷史。咁一陣會同你講點解嘅。咁因為爸爸過咗身啊嘛，咁依家係25年啦，咁所以我手上嘅歷史只有爸爸5個嘅 interviews，即係訪問。咁所以跟住呢幾年咧，其實我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再去了解爸爸嘅一生嘅歷史。咁有訪問個親戚啦、爸爸媽媽啦、屋企人啦、叔叔啊、爸爸嘅一啲舊同事啦，同埋舊時嘅鄰居。咁希望可以多啲角度去立體啲去睇爸爸嘅生平。咁頭先講咗啦，呢個好似好無底深潭啊！咁因為我自己希望做一個爸爸歷史，唔係淨係講佢個人嘅，即係好似一個好描述性去講佢一生係點樣點樣。我希望能夠喺裏邊睇到一個大時代社會嘅背景，同埋一個更遠啲咧，就係其實我喺呢個過程裏發現嘅地緣政治啦。咁我唔會講好多，不過只係即係原來可以去到好遠，可以更加去睇到有好多好啟發性嘅嘢啦。好啦，咁咧我細個長大嘅時候咧，其實咧有好多幾件事係想唔通嘅，總係咁樣嘅。咁就係爸爸成日都係一手包辦屋企所有啊，洗衫啊、煮飯啊、湊放學啊、做家務啊嘅工作啦。咁第二個總事咧就係佢成日好中意做清潔工啦，我就唔係好明啦。即係所謂清潔工唔係好似我呢家咁咧，即係淨係諗住掃街嗰啲工作，而係同清潔有關嘅工作。咁咧就點解成日都係揀呢啲工作嘅咧？我就唔明喎。爸爸從來都唔會解釋嘅。咁跟住咧就係第三個咧就係咧，佢咧成日都唔得閒嘅。就係唔使返工嘅時候咧，就會去咗，一係出咗去咧就去開會啦，又或者會有好多嘅，即係總之佢出邊不斷講嘢，喺屋企佢唔係點講嘢嘅。咁啊好大，呢個係我哥哥形容我爸爸佢細個嘅經歷，就係點解出邊佢講咁多嘢，返嚟係冇乜嘢講嘅咧？咁啊，咁啱呢個咧就係點解啲人成日覺得佢係大佬咧，即係叫佢做大佬嘅喎。咁呢幾個總事咧，成日都係喺我個腦海裏邊去出現啦。點解係爸爸係一個係咁嘅人啦。咁我今日因為其實每一個4點裏邊咧，第一點咧就係即係爸爸嘅所謂角色啊，即係性別。因為嗰個年代咧，我成長年代咧，其實都係講緊男嘅出去做嘢，女嘅就喺屋企點啊煮飯啊。咁我爸爸其實係扮演緊一個雙重嘅角色嘅。我自己本身嘅研究咧，都係好中意睇gender 啦，係性別啦。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自己一個好有興趣嘅發掘點啦。咁我今日只係講第二、第三，咁第四咧其實係有少少相關2、3點嘅。咁我爸爸我細個時候咧，呢個就係我爸爸啦。咁咧就都幾 OK 啦個樣。咁咧就咁我細個個童年嘅困惑，細個大概係即係小學啦。咁咧我細個時候咧讀書咧就成日同人講咧，我啲同學仔咧就話：我爸爸係做管理垃圾嘅，即係我唔會同啲同學講我爸爸係倒垃圾嘅。
其實我嗰時唔係好知爸爸實際係做乜嘅，只係知道佢成日去垃圾站，我又成日跟佢去垃圾站。但係實際喺垃圾站裏邊佢發生咩事咧，我係唔係好清楚嘅。咁當然點解我咁即係覺得係一個困惑咧？咁啊細個咧，我哋嘅居住環境咧，其實都唔係好理想嘛，即係50、60年代又好啦。咁你見到其實喺呢個熒幕嘅我嘅右手邊咧，嗰度係界限街。咁隔離呢張咧就係石硤尾徙置區嘅。咁我細個都係住橫頭磡嘅，有冇人知橫頭磡喺邊度啊？係啦，喺樂富，就對住獅子山，所以我喺獅子山長大嘅人。咁咧就喺我嘅周遭環境裏邊咧，其實覺得真係好核突嘅。點解？因為周圍即係啲人抌垃圾啦，你覺得總之你唔想見嘅嘢，全部都會喺地下見到㗎啦。咁所以我係好怕垃圾嘅。咁所以你會覺得垃圾返工覺得係兩件事嚟嘅喎，點解會可以混為一談嘅咧？咁我就所以話倒垃圾係需要咩手㗎嘛，即係返工要做嘢啊嘛。所以接觸垃圾點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厭惡性嘅行業？呢個我就所以用垃圾加個倒字咧，其實覺得好恐怖咯。咁下一張呢張 slide 咧，咁咧就垃圾加個蟲字，大家應該有啲印象1970年代發生咩事啊？我覺得你哋都唔後生㗎啦。咁就係垃圾蟲啦。咁我唔知你哋有冇記憶啦嚇。咁咦，我其實咧呢個嘅運動對我嚟講都幾大影響嘅，因為頭先聽我講咧，我對垃圾可能有啲嘅保留啦，因為覺得爸爸做垃圾唔係一件好光彩嘅事。但係發覺咧，咦喺個垃圾加個蟲字咧，就成件事美化咗喎。咁咧由嗰時咧，因為好多宣傳產品㗎嘛，咁爸爸就攞咗個布袋返屋企，就係垃圾蟲一個嘅就係呢隻垃圾蟲啦。咁 Empress 曾經做過有呢個收藏嘅，你可以去睇返。咁就開始日日拎住啦嗰個垃圾袋嘅布袋出街啦，就覺得好自豪，因為爸爸好似有份做一件好大件嘅事，就係一個社會嘅清潔。咁當然由嗰陣時開始咧，去明白，咦，其實城市清潔其實都好緊要嘅喎，即係嗰時仲好細啦。咁慢慢再去長大去成長嘅時候咧，其實開始去闊啲啦，就係講緊呢班做城市清潔嘅人咧，其實都係啲好基層嘅人。咁佢哋嘅待遇啊，佢哋俾人會唔會俾人剝削啊，或者係哋做一啲好厭惡性嘅工作，其實佢周遭嘅環境都唔係好理想嘅。其實有冇人關心佢哋或者係關注佢哋咯？咁所以因為呢個嘅細個嘅咁嘅接觸咧，其實令我開始即係到我做研究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係講緊政策倡議啊、政策改善啊，去幫一啲邊緣嘅或者係比較基層嘅一啲嘅群組。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嘅影響嘅。咁因為頭先講緊2016年爸爸過身啦，咁我就去整理佢嘅遺留嘅一啲物件，咁就發現緊呢一張嘅卡片啦。咁咧就嗰個卡片咧裏邊有幾個 title 嘅，咁我只能拉尾嗰項咧只能夠好快出去講。咁最主要我講係第一個嘅嗰個 title 就係市政事務處管理級，下一張係啦，市政總署管理級員工會，咁呢個名啦，好翹口。市政總署大家聽過未啊？聽過嗬。咁依家係叫咩名啊？係啦。咁後期中間有一段時間係區域市政處，即係佢分咗家嘛，市政即係 urban 同埋regional。咁喺呢個嘅組織裏邊，呢個嘅工會咧，其實係1978年爸爸係幫手係成立嘅。咁你如果想有興趣知咧，你可以上食環署，佢亦係有少少歷史可以介紹嘅。咁呢個咧就係爸爸啦。咁我話，原來爸爸開始去了解到，佢有做工會嘅喎。細個時就係解釋點解爸爸成日都咁忙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我爸爸嗰時我做佢訪問嘅時候去講啦。咁話嗰時咧要升級咧要去中五嘅。其實爸爸嘅教育我只係到讀嗰2年小學嘅啫。爸爸咧嗰時去解釋咧做掃街係啲咩回事啦，咁其實我從來都唔係好留意啦。咁嗰啲工具係乜咧？呢個唔長講啦，大家可以睇。最主要講點就係因為升級要中五，爸爸係覺得，咦咁樣如果佢係由最1、2級公務員係最低啦，開始做嘅時候，做到佢退休都仍然都係1級公務員嘅身份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佢嗰個政府改為一個升級要中五畢業嘅時候咧，永遠呢啲基層嘅員工係唔會有升職嘅機會。
咁所以爸爸覺得好唔公平嘅。咁我哋細個成日聽皇家公啊，唔係皇家飯啦。咁啊，我爭啲食咗皇家飯。咁啊，皇家公咧，佢哋依班即係最基層嘅公務員咧，佢哋其實係所謂嘅第一標準薪級表。咁其實1979年出現嘅。咁我喺翻查政府檔案資料裏邊咧，咁我睇到喺60年代嗰段期間咧，其實有唔少嘅討論嘅社會就係講緊，喂低級嘅公務員咧，佢哋點解成日兼職啊？兼職嘅原因係乜啦？咁同相對高級嘅公務員咧，佢哋即係厚薪啊嘛，咁佢哋兼職就唔應該嘅，但係基層嗰啲因為佢哋人工太低，所以應該係要有俾佢一個兼職嘅機會，又或者加薪。咁所以呢個討論咧，其實喺60年代已經開始啦，就 into 70年代啦。咁呢個第一標準薪級表其實到而家都係繼續係推行緊嘅。咁即係話嗰個人工本身係已經係一個關注啦。咁爸爸就講啦，香港嗰時其實我冇做爸爸歷史之前咧，我從來都唔知香港咁多公務員工會嘅。咁開始做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好混亂啦。哇，乜個名都差唔多嘅，但係又係一個新嘅工會喎。咁所以爸爸都覺得咧，咁多工會裏邊咧，其實管理級以下，即係話佢基層嘅公務員啦，所謂其實咧好多時係冇人去關心佢嘅。咁於是佢就希望可以成立呢個工會咧，去幫呢啲嘅即係科文啊，或者係3級管理，即係佢可以由下邊工人升上去一個管理層。咁希望可以做啲嘢啦。咁當然爸爸成日覺得做工會嘅時又好又唔好啦。咁佢都會自嘲咧，覺得啲人做有死板之外咧，成日覺得上面都有好多掣肘啊。咁下邊呢個，咁呢個咧就係爸爸喺1978年開始去幫手成立呢個市政呢個管理級工會嘅時候咧，咁我翻查一啲政府嘅檔案啦，或者文件啦。咁依邊呢個其實就係爸爸寫信去俾常務委員會咧一個嘅回應。佢回應乜咧？就係因為89年咧有一份嘅又係去做一檢討公務員嘅體制啦、薪酬啊，或者係待遇各方面嘅嘢。咁就重申咧，其實喺1979年咧，政府已經決定咧。除咗考慮私人機構嘅薪酬咧，做一個即係參考之外咧，公務員如果要加薪或者起薪點係點樣咧，都要睇埋學歷嘅。咁所以成件事就俾我喺呢個揾嘅過程裏邊咧，就更加明朗化啦。咦，原來1978年爸爸點解會搞工會咧？就因為知道咧79年將會有呢件事發生啦。嗰時都係麥理浩年代嘅日子嚇，咁都仍然都係做緊呢啲改革嘅方案。咁呢張咧就係另外一個喺舊嘅歷史都係 SCMP 啦。咁長你會唔會睇得到噶啦？咁但係最主要講就係喺呢個係72年出嘅，咁就係講緊嗰個年代麥理浩1971年到任啦香港。咁咧係開始就去改革啦，呢個體制啦，各方面嘅嘢。咁所以咧陸陸續續咧，因為公務員佢哋有唔同部門啦，其實佢哋都會互相比較噶嘛。咁啊，點解你入職呢個消防員又高啲，或者係救生員又會咁樣樣？大家都會互相比較。再加上因為嗰時有好多唔同嘅改革啦，社會嘅新嘅一啲嘅政策啦，咁引發好多嘅爭議。咁於是有好多工會嘅成立。咁SCMP 呢個咧就係喺1972年咧，佢就講緊有人質疑政府，喂，你其實係咪真係肯聽工會講嘢？即係工會，因為佢自己係老闆嘛，咁佢又俾個空間你去成立公務員工會，但係同時間可能佢背後有好多鉗制。咁究竟政府想點先？你係咪真係真心想聽公務員自己嘅聲音咧？咁呢個就係有坊間嘅質疑啦。咁咧咁另外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咧，我去了解公務員工會啦。咁除咗頭先嗰個原來佢哋都好活躍嘅喎，70年代。咁70年代其實都係一個根據呂達樂教授係坐咗喺度嘅今日。咁咧就係都有參考佢嘅資料啦。咁70年代係一個獨立工會即係慢慢去成形啦，係受到一個即係比較有啲空間嘅發展啦。咁67暴動之後啊，跟住有學生運動啊，跟住再嚟就係呢啲一連串嘅工會運動。咁我然後先發現，原來公務員工會咧喺呢個獨立嘅工會運動裏邊咧，其實係扮一個好重要、都好活躍嘅一個角色嘅。咁所以覺得原來爸爸喺個中有參與嘅喎，所以對我對爸爸嘅了解，自然就多咗一層嘅意義啦，同埋一種嘅
頭先講嘅立體感啦，即係佢喺個大時代裏邊，原來爸爸除咗其他嘅嘢之外咧，呢樣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所謂參與。咁所以呢啲就唔長講啦，但係第一點咧講緊勞工保障咧，依個咧其實都係我喺度睇書嘅時候咧，都係多咗了解嘅，就係原來我頭先開始嘅時候講過地緣政治啦，除咗本土嘅需要嘅發展之外咧，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呢啲嘅勞工保障咧，原來喺英國本土有好多討論啊，因為嗰時工業啊各方面嘅成衣啊，大家都好發達嘛，二戰之後。咁所以喺英國政府嗰邊嘅商人當然都有好多擔心，因為話咁平你啲嘢嚟晒，我翻到嚟，咁我哋都有競爭。咁所以陸陸續續啦，咁亦都有好多當然人權嘅關注啦，就去施壓啦。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喺個中發現咧，就係我可以再睇遠啲嘅時候，原來好多嘢都係可以互相去扣連咧，去令到我多啲去了解嘅。咁當然由70年代去到80年代，90年代就係97回歸啦。咁呢個都係我超大發現嘅。今次翻香港，咁我同我哥哥做完訪問之後咧，佢俾咗卷嘢我，咁呢卷就係呢卷嘢啦。咁我自己好粗疏地砌埋一齊啦。咁你見到啲人物可能會，咁我爸喺邊咧？就係嗰點好細點嘅，佢都企得幾前㗎，即係話佢都有啲份量應該。咁咧就咁呢個照片，如果你再睇細，裏邊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出現。咁呢個咧就係去參加咗呢個即係被邀請啦嚇，諮詢委員會亦都應該相信係一個工會嘅身份參與嘅。咁就係去翻內地你知好多交流噶嘛。咁於是就去咗做呢件事。咁所以我係有啲震撼嘅，對我嚟講，發現咗呢張相。咁原來爸爸係去到佢中期嘅發展，原來有呢種嘅呢個係政制參與，即係嗰個嘅表達意見啦。咁好簡單地咧，我又剩翻好少時間啦。我即係濃縮地去講，睇完爸爸嗰個工會嘅參與，其實我翻轉頭睇爸爸唔同嘅一啲嘅訪問嘅資料咧，有3件事我覺得係好關鍵嘅。咁一個就係社區嘅經驗啦。其實70年代我哋就由呢個環頭磡咧搬咗去元洲村啦。元洲村係最早期嘅廉租屋嘅廉租屋啦。咁喺嗰段時間，爸爸都係好活躍咧，做呢個互助委員會同埋居民協會嘅。咁呢個都係麥理浩時代嘅政策啦。咁希望可以多啲改善政府同埋所謂地區嘅一種溝通。咁同埋係幫手維持治安。咁咧途中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呢個人物識唔識㗎？你認唔認到佢哋嚇？咁咧中間嗰個上面嗰個咧有冇印象係邊個？呢個係馮劍基啦嚇。下邊嗰個咧就係葉錫恩係啦，咁過身㗎啦。咁呢段期間簡單嚟講因為唔夠時間啦，咁就係因為呢個70年代嘅發展咧，咁社區好活躍啦，希望可以居民可以多啲為自己嘅事發聲啦。咁其實爸爸因為喺社區社協啦嗰時，就係協助之下咧，其實係將佢再由互助委員會成立咗一個協會。原因就係咧，政府只係要求每一個座有一個委員會，唔想你集合一齊嘅力量咧係做8座，因為我哋有8座嘛。咁其實換言之，其實你就去諗，究竟又係咯同一個問題，政府其實有幾開放空間去接納有唔同嘅聲音、唔同嘅意見咧？咁呢個就係但係個中就係爸爸嘅參與啦。呢個就係最主要爸爸講佢自己點解會參加工會嘅社區嗰個發展。咁第二個關鍵咧，就係我亦都係一個重大嘅發現嘅。咁因為咧爸爸係有2封信咧，係佢覺得係麥理浩幫佢寫嘅推薦信。我聽到之後我都覺得好震撼，我就好想睇嗰2封信嘅。咁咧咁當然我睇唔到啦。咁總之第2封咧唔使諗啦，第1封亦 promote 咗咧，升咗上去咧，第2封基本上唔會再出現啦，因為啲人妒忌嘛，咁會梗係唔會發生噶啦嚇。咁你都揾唔到。咁但係咧，你見到佢其實長期喺港督府咧守咗一段時間，佢先升職嘅。咁呢個咧，可能你會有興趣睇下喺守港督府嘅時候咧，佢同港督麥理浩去講麥理浩㗎，係用呢個名。咁就係去講，即係佢會即係講點解我哋華人冇得升職㗎？點解得你哋升職㗎？即係佢哋啲白人啦。
咁同埋顯示到佢同港督呢位港督嘅關係。佢調走咗之後啦，即係呢個事件啦，好似驚開罪咗呢個麥理浩啦，就被調走咗之後咧，咁呢度咧就係講緊佢嘅上司咧就話嗱，林就叫咗佢嚟，喂，我有啲嘢好緊要喎，你最好咧3個月裏邊咧要跟我即係被調去元朗去做些少開始升職嗰件事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幾得意嘅睇佢，不過我諗時間冇多啦。總之就係話，因為港督嘅俾佢嘅一個推薦信咧，咁呢個第一封信咧就係應驗咗嘅，就係最後咧當然佢唔係淨係3個月啦，佢係1年14個月就可以升咗。咁做家族史呢樣嘢頭先阿 Ryan 都講嘅，其實咧有時佢啲資料未必正確嘅。咁咧佢一廂情願就係覺得係麥理浩，你認唔認得隔離嗰個係邊個？係啦，其實咧，我對翻佢嘅，我係啊，真係好失望啊！我讀咁咧1971年，其實麥理浩先嚟嘛，佢係調走咗啦嘛，咁冇理由見到麥理浩噶嘛，咁一定係之前嗰個咯。呢個我搞咗好耐，我問咗好多人，因為我唔信啊嘛，我相信係麥理浩。咁咧點知最後就係變咗佢啦。咁係大輪子嘅，咁所以依家我又由頭要從大輪子身上去了解佢啦。咁最後一個，咁就係一個嘅關鍵嘅選擇。咁呢封信可能比較難啲睇嘅，其實係講緊1967年。咁咧就係暴動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呢封信咧就係布政司俾相信唔係淨係俾我爸爸嘅，喺每一個公務員冇參加暴動嘅一個嘅手好靚嗰啲字，係中英文。嗰時你見佢呢啲中英文嘅翻譯。咁即係我覺得，如果冇當時爸爸冇去參與，嗰時參與根據梁寶龍佢嘅口述歷史，唔同嘅人咧就係參與人咧多數都其實公務員參與好少嘅，咁參與嘅可能係基層嘅多，但係都冇管理層嘅人去參與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即係其實爸爸做咗個選擇，佢冇參與。我諗如果當日佢選擇咗去參與，咁應該你知道個後果係點樣㗎？唔會做公務員咯。亦都唔會96年咧，即係從呢個處長咧係攞咗呢個所謂佢正式退休嘅紀念品。咁所以咧，最後呢張啦，就係我成日覺得我仲未做完呢個砌圖，因為啲砌圖唔知有幾多件，應該係無數咁多啦。咁但係希望從一個好似一個人物嘅關鍵位去開始去了解時代啦，大時代以至到地緣政治，其實裏邊有好多拉扯啦。咁喺裏邊令到我去了解爸爸嘅故仔係更加立體同埋有啲溫度啊，因為你知道啲嘢原來係咁複雜嘅嚇，唔係淨係去自身嘅嗰個經歷咯。咁所以希望呢度都俾到一啲嘅方向，大家去了解你哋家族史。